希流口水到。你上次介紹月影特工，當中嗰對二人組合，真係好有默契喎。係啊，咁不如就同你分享我心中嘅動漫界最有趣二人組合啦。第10名，碇真嗣與初號機。動漫《新世紀福音戰士》。真嗣係一位內向、懦弱、極度渴望被愛又驚受傷害嘅青少年。佢嘅爸爸係 NERV 基地嘅總司令，而媽媽早就過身。為咗緊急應對第3使徒，被召喚到 NERV 基地。喺初次抵達，仲未正式接受訓練，佢就被命令駕駛初號機，消滅眼前嘅怪物。駕駛員原本一定要經過長期嘅訓練，先可以同 EVA 達成同步。但當真嗣一入到初號機體內，就可以順利同步並且成功出擊。甚至當真嗣遇上危險，初號機就會超出科學常理嘅異動嚟守護佢。呢種機體離奇自我活動嘅疑點，會喺往後逐漸揭曉。第9名，馮澤區與馮澤傑。動漫《足球騎士》。一對熱衷於足球嘅兄弟，哥哥阿傑充滿自信同遠見，有住無與倫比嘅領袖氣質，更加有成為日本足球界頂尖球員嘅野心。而細佬阿區則有種溫和又謙虛嘅素質。佢過去因為誤傷隊友而產生心理陰影，從此失去咗踏上球場嘅勇氣，但又喺隊伍裏面扮演住經理嘅角色，仲有獨自喺深夜練習足球。某日，兩兄弟一齊喺路上互相傾吐心底裏對足球嘅想法，但接住一場車禍後重創，決定將阿傑嘅心臟移植俾阿區。阿區睇住哥哥嘅宏大理想喺瞬間化為灰燼。為咗繼承哥哥，從此再踏上球場。阿區亦因為哥哥嘅心臟，更加喺球場上頻繁出現阿傑嘅影子。第8名，進藤光與藤原佐為。動漫《麒麟王》。光仔原本係一個極其平凡、毫無志氣，甚至有啲吊兒郎當嘅平凡小學生。某日，佢喺爺爺歷史悠久嘅倉庫裏面揾到一個古老嘅圍棋棋盤，一把聲音喺佢耳邊劃過，隨之而來係跨越千年嘅執念破繭而出，一場震盪靈魂嘅相遇就此誕生。佐為生前係一位平安時代嘅御前騎士，遭遇陷害，含冤極深而無法分析，最終千年之後，呢場驚天動地嘅巧合，令兩個人嘅命運發生巨大嘅轉變。嚟自平安時代嘅佐為，對現代嘅周圍環境都感到興奮同好奇，展現出大細路嘅模樣。但無論世界點變，圍棋仍然係佢嘅最愛。光仔又因為佐為嘅影響而愛上圍棋，改變咗光仔嘅未來。第7名，戶羽遼與陳川香。動漫《城市獵人》。平時貌似係一對水火不容嘅冤家拍檔，阿遼見到女人就會飛禽大咬，好似係永遠抵擋唔住女色嘅色中惡鬼咁，堪稱新宿種馬。阿香則係扮演住制裁呢隻禽獸，防止呢隻無賴向靚女喐手喐腳嘅剎車掣。雖然佢哋兩個人平時俾人一種鬥生鬥死、你死我活嘅刻板印象，但事實上極為合拍，甚至喺戰場上敢於將生命託付俾對方。佢哋嘅協作精神，令見慣佢哋滑稽日常嘅委託人都為之愕然。雖然阿遼平時都留俾人100%嘅色情狂印象，但總係喺最後都冇真正落手，反而喺關鍵時刻保護市民。呢種裝模作樣，故意喺委託人面前滑稽，然後被制裁，咁正係佢作為城市獵人卸下武裝嘅溫柔。第6名，青葉初芽與石川五惠。動漫《月影特工》。初芽同五惠喺月影裏面係師徒關係。師傅初芽擅長科技發明同武器研發，平時好中意發明一啲好奇怪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嘅道具。佢係全體最熟悉科技嘅成員，因此經常擔當團隊嘅後台大腦，負責戰術指揮同技術控制。而徒弟五惠則係全員之中戰鬥最強、力量最大嘅橫綱級成員。
佢無論近身格鬥定係遠程射擊都相當了得，係重要嘅武力同火力擔當。佢哋兩個人嘅力量合而為一，已經幾乎係成支月影裏面最強嘅隊伍。師傅擅長戰術支援，徒弟擅長全域戰力，形成咗完美無瑕嘅戰術與戰力閉環。儘管佢哋嘅組合如此驚人，但平時又係溫柔如水嘅少女，相處嗰陣又冇師徒之間嘅隔閡。第5名，小早川美幸與十本夏實。動漫《皇家雙妹嘜》，隸屬於警視廳麥東警察署交通課嘅一對最佳拍檔。美幸擁有優秀嘅頭腦同埋前衛嘅技術，同時係個頂級嘅機械狂，擁有一架專屬嘅改裝巡邏車，由買賽車變身成為8匹馬力怪獸，同時擁有極佳嘅大局觀同戰術策劃能力，需要嗰時可以成為團隊嘅指揮核心。而夏實則擁有無人能敵、超乎常人嘅怪力，可以徒手搬走堵塞道路嘅車輛，係無與倫比嘅物理最強兵器。同時又有極強嘅格鬥技同神乎其技嘅電單車駕駛技術。一個擅長高科技戰術，另一個則係最原始嘅肉體戰術。兩人嘅協調同默契，仲有天方夜譚一般嘅執行手法，成日令成個麥東處嘅人員，仲有課長都跌晒下巴，甚至連其他警署都聽聞呢兩隻大怪獸嘅存在。第4名，八神和麻與神幽靈乃。動漫《風之聖痕》，兩個人都出身喺神幽家，但和麻冇炎術天賦而被逐出家門，而靈乃就係和麻嘅表妹。幼年時期喺和麻被逐出家門之前，佢同靈乃被安排咗一場公開決鬥。嗰時只想盡全力嘅靈乃，估唔到呢場係對和麻極度殘忍嘅公開處刑。當和麻離開神幽家，成為咗最強風術師，但諗唔到4年後，命運嘅安排竟然令佢再次同神幽家扯上關係。當佢再度遇上靈乃，不但冇對於佢以前嘅無知而覺得憤怒，反而對呢位大小姐嘅成長有所期望。喺日後嘅一連串事件中，和麻嘴裏面雖然滿係毒舌，唔想理，甚至喺戰鬥中有得靈乃獨自一人衝上前，自己就喺後面悠哉悠哉講風涼話，但實際上係藉此磨練靈乃。佢哋嘅關係由尷尬路人變成咗一對歡喜冤家。第3名，麥川良守與雪川時音。動漫《結界師》，良守同時音都係屬於結界師嘅正統繼承人。良守喺力量方面比較優秀，具有極強嘅爆發力，擅長製造巨大且堅硬嘅結界；而時音就係喺技巧方面比較優秀，具有精細嘅控制力同多功能性，擅長極高難度嘅形態構造，例如將細長如針嘅結界刺向妖怪。雖然兩家同屬於結界師家族，但關係長年以嚟一直水火不容，一見面就嘈起嚟，因為雙方都堅稱對方係冒牌貨。但良守同時音由細個開始就係偷偷地來往嘅青梅竹馬，兩個人產生深厚嘅羈絆。時音成為咗良守心中嘅溫柔大姐姐，亦係唯一嘅玩伴。有一次為咗良守而被妖怪襲擊，留低咗永遠嘅傷疤，從此良守就發誓要守護時音。長大之後更發展出深厚且無可取代嘅浪漫愛情。第2名，哆啦 A 夢與野比大雄。動漫《哆啦 A 夢》，一隻嚟自未來世界嘅貓型機械人嚟到歷史，係為咗改變大雄嘅悲慘命運，從而拯救野比家族喺未來嘅財政危機。哆啦 A 夢被賦予嘅任務非常明確，導正大雄嘅缺點，兼改寫佢嘅未來，而且令大雄變得幸福而且優秀，就係最完美嘅結局啦。佢返回過去，一心一意幫助大雄，結果就俾大雄嘅懶惰同純情徹底收拾。原本攞出嚟為咗幫大雄改寫命運嘅法寶，一律都變成咗賺錢工具或偷懶工具。呢種睇起嚟好似大智若愚嘅思維，俾哆啦 A 夢成日吐槽佢簡直係個偷懶嘅天才。雖然大雄經常搞到哆啦 A 夢嬲到就嚟發燒，
但佢哋一齊所建立嘅友誼比邊個都更珍貴。對於早已脫離保姆或機械人身份嘅哆啦 A 夢嚟講，大雄係佢不可分離嘅親兄弟。第一名，黑子哲也與火神大我。動漫《黑子的籃球》。黑子由日本籃球界神話一樣嘅名校帝光中學出身，佢係奇蹟世代裏面負責傳球嘅夢幻嘅第6人。佢嘅存在感薄弱，極易被忽略，因此好容易就會避開視線，係經常神出鬼沒嘅存在。而火神喺美國長大，深受美國街頭籃球所影響。佢嘅球技具備極強爆發力同破壞力，同時佢會遇強則強，唔易服輸。當佢哋2個人加入同一支球隊，就變成咗不可侵犯嘅最佳拍檔。黑子負責喺無聲無息之中抄截或係喺關鍵時刻傳球，而火神則負責以強大嘅威力入球。呢對組合就好似光與影子一樣，缺少任何一方就等於破壞咗光與影子嘅共生關係。黑子為咗曾經奇蹟世代嘅光變得強大，唔再需要自己而變得低落，而而家呢道光唔會因為自己變得強大就放棄隊友。為咗堅持籃球需要團隊同信賴呢個信念，黑子決心同火神並肩作戰，打敗思維扭曲嘅奇蹟世代。以上就係我心目中嘅最有趣2人組合啦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主題，歡迎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，請繼續支持我流口水啦。問題：你又鍾意邊啲2人組合呢？